大女啦，返幼稚園嘅 K1 嘅第二學期，咁老師就同我講，佢話你嘅大佬好似唔講嘢，同埋唔同人玩，佢就即刻寫信叫我喺出邊揾嗰啲評估。咁我覺得真係好好啦，即係好快就會觀察到佢有呢個情況咯。呢一間學校咧，關心啲小朋友之餘，都關心啲家長嘅心態或者個情緒嘅。同有一間教會就做一個家長小組、同行小組。咁我哋咧就一班人翻到嚟分享啊，講翻自己可能今個星期發生咩事啊，同小朋友嘅溝通同埋情緒嘅，就開始慢慢個心放開咗，同人哋去講咯。講完出嚟，原來真係好舒服。多謝呂清有呢個計劃，讓教會同學校有合作，開同行家長組，更加咧有神嘅心意，讓我哋咧可以喺社區裏邊聯繫家長，我都好感恩。神咧喺唔同嘅時間咧安排唔同嘅弟兄姊妹嚟到幫手，更見證到一位畢業生咧加入教會啦，非常感恩。喺中一嘅時候，喺兩類宗教課堂上面有生命師傅嘅計劃，而嗰陣時嘅我仲冇信主，而喺課堂上面，我逐漸俾認識咗主嘅存在。有一次，我獨自去探訪獨居長者，咁樣都令到我增加咗信心。我好感謝神，佢令到我性格上有更加美好嘅轉變，令到我更多嘅力量同埋勇氣去面對唔同嘅事情。而我哋學校同教會合作嘅生命師傅計劃咧，就已經2年嘅時間啦。咁希望透過呢個咁嘅計劃咧，同學咧就可以同生命師傅嗰個生命見證到基督信仰嘅美好。咁最近呢2年咧，都有同學咧好願意深入認識信仰，甚至乎有一啲同學仔咧都決志成為基督徒。當中咧都有幾個同學仔咧開始咧去返教會啦。咁咧我哋都覺得我哋所付出嘅一切咧都係覺得好值得嘅咁樣。我19歲就加入咗女青年會啦，直到60歲先退休。唔經唔覺咧，原來咧已經做咗40年咁耐啦。喺明魚松柏社區服務中心咧，我就做咗21年啦。喺女青年會俾我認識咗主耶穌，喺唔同嘅幹事會啦、同工佈道會啦，同埋同工小組裏面咧，都會宣揚主嘅福音嘅。唔經唔覺咧，其實咧喺呢啲聚會裏面咧，主耶穌對我嘅愛啦，同埋認識主耶穌咧，已經喺我心裏面埋下咗呢個萌芽嘅種子啦。喺退休之前咧，我媽媽就離開咗啦。退休之後，我就突然間覺得好孤單。我哋嘅總主任韓姑娘啦，同埋前總監潘 Sir 嘅引領之下咧，我翻到主殿前。喺呢2年裏面，我好努力咁樣翻主日學、崇拜、團契，去學習主嘅話語。2024年3月31號，我正式受浸啦。信主之後，我每日都覺得平安、喜樂，生活都更加充實，同埋有未來嘅盼望。感謝耶穌，感謝耶穌在我心。咁我哋喺2年幾前啦，就有一位即係呢一位嘅有心嘅肢體啦，願意奉獻，咁就支持呢度嘅院牧嘅工作，院友嘅參與都好重要咯。咁佩林係其中一位啦，咁佢成日都鞭策我嘅，成日都揾我一齊祈禱，即係話俾我聽，哎呀，即係有啲新入嚟嘅院友啦，好似阿細哥我年幾前入嚟，咁又俾佢發現，哇，好有笑容啊，好容易咧可以同佢傾到偈啊。咁我哋又默默為佢祈禱，咁細哥又好好啊，唔拒絕去探索呢個信仰。跟住劉院牧跟住佢行啊，你揾我傾偈，我要吸收啲嘢；跟住佢傾偈，我吸收啲嘢，係嘛？睇埋嗰啲書，聽埋佢講嘢，行到今時今日，細到底咯。呢個心事已經完成到。如果冇咗女青呢個機構咧，去幫助我哋呢啲離婚嘅婦女，我諗我哋會覺得好無助。咁所以女青呢個機構對我哋嚟講係好似係一線希望。係啊，我嗰陣時因為家暴嘅影響，所以咧就申請咗離婚。嗰陣經濟同埋情緒上邊真係承受咗好大嘅壓力。
覺得自己好似跌咗個黑洞咁啊！成日諗住好想有人出嚟救我。好彩我嗰陣時成功申請到女青風景軒短期嘅社會住宿服務，咁就有自己嘅私人空間。記得有一次咧，我就喺房度望住個大窗口，突然間覺得呢個世界原來好大，可以好有色彩嘅。嗰下咧真係令到我心情平復咗好多。女青年會一直秉持婦女為本嘅初心，以基督關愛嘅精神，真誠款待每一位我哋所接觸嘅服務對象，盼望能夠彰顯基督嘅使命同埋價值，令到我哋去栽培更豐盛嘅生命。我喺10多年前咧就因為離婚啦，咁咧就係好憂鬱好沮喪嘅時候咧，咁咧我就屋企人咧就話啊，不如你去即係揾幫忙啦，不如去女青啦，咁樣開始咗我重生嘅嗰個階段啦，咁樣返咗女青嘅恩典之路團契之後咧，咁我就認識咗耶穌，同啲姊妹一齊咧返教會，咁嗰度有個離婚嘅小組嘅團契嘅，咁我哋喺嗰度咧就學習啦，更加多認識耶穌啦，信主浸禮，又學識咗咧饒恕我前夫，咁咧仲同我個仔咧修復咗關係。喺我最艱難嘅時候咧，即係好感恩咧，有女青去幫助我。我每次翻到嚟女青咧，我真係覺得好溫暖咯，係啊。喺女青年會俾我認識咗主耶穌，多謝佢將福音帶俾我。好多謝女青幫到我哋呢班遇到婚姻逆境嘅婦女。感謝耶穌祝福女青。多謝耶穌，多謝女青，耶！女創前行，青城主人。